那才能污穢人，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咧，以下種種嘅問題，總共有13樣，都係從心裏邊出嚟嘅。嗱，我好簡單讀一讀，有惡念啦，有苟合啦，有偷盜啦，兇殺啦，奸淫啦，貪婪啦，邪惡啦，詭詐啦，淫蕩啦，嫉妒啦，謗讟啦，驕傲啦，狂妄啦，啊，呢13種啊，最少吓，佢話都係從裏面出來。最後嗰句咧，這一切嘅惡都是從裏面出來，且能污穢人。嗱，呢一小段有5次提到污穢人，5次都提到 defile 呢個字啊。嗱，如果我哋唔信耶穌嘅時候，我哋心裏常常藏住乜嘢啊？藏住惡念，藏住詭詐、惡毒，或者係唔寬恕、唔饒恕、唔肯原諒。講到某一個人呢，心裏邊就好激氣、好氣憤。嗱，呢個世界有冇人令到你好氣憤噶？冇辦法寬恕噶，冇辦法原諒噶。嗱，唔需要多噶吓，一個就足以致命。我再講下，一個就足以致命。如果有某一個人，你心裏邊諗起佢就唔爽，諗起佢就冇辦法饒恕，諗起佢就好激氣，你嘅心裏就發出苦毒，先毒死自己，毒唔死人哋嘅吓。嗱，所以咧，耶穌就話啦，從心裏發出嚟呢啲苦毒咧，呢啲各方面嘅罪惡，先至能夠污穢人 defile 所有嘅人啊，包括自己又包括對方。嗱，所以你喺旁邊又再次寫低下，喺哥林多前書第3章16、17節，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？嗱，希望我哋知道吓，呢個係講緊真正信耶穌有聖靈喺我哋內心嘅，嗱，即係話真嘅信徒啊。但係要小心吓，第17節，若有人就話前邊咯。我哋知道神嘅殿係我哋嘅身體，如果呢啲人啊毀壞神嘅殿，呢個就係 defile 啦吓，即係話透過種種嘅情況、言語去毀壞、整污糟我哋呢個神嘅殿咧，神就必要毀壞，呢個叫 destroy 吓，就係